近日有多宗冇汽車碰撞，但係都被人索償幾十萬，懷疑遇到新型嘅碰瓷黨。連東張西望都有報導，大家一定要小心警惕，保護自己。同大家分享3個重點。第一，提防懷疑新型詐騙手法。近日保險公司收到近20宗相似嘅個案，例如車輛係輕微碰撞，或者根本冇發生意外，冇碰撞，但係駕駛者有交通違例，例如過雙劃線或者冇打燈就過幾條線等，違反交通法例而收到告票。幾個月後突然間會收到要求索償嘅律師信，話事主因為意外受傷無法工作，向車主索償幾十萬賠償。根據東張報導好多索償信都係來自同一間律師行，令人產生不少嘅疑問。第二，收到警方通知有違例，一定要報保險同埋依保險公司係指示。駕駛者好多時覺得自己冇錯，或者怕被扣無索償折扣，即係 NCD。就算警方通知有告票或者要落口供都冇通報保險公司，結果被保險公司拒保。到被人索償嘅時候又冇得賠，就好麻煩。所以當收到警方通知有違例或者要落口供無論你覺得自己有冇錯，都要立即報咗保險先，保障好自己。跟住如果想認罪或者係和解都要得到保險公司嘅同意。保險公司亦都必須係有充分嘅理由先至好考慮拒賠。第三，全程都要打擊詐騙。香港勞工保險同埋汽車保險深受保險詐騙影響，保費不斷咁上升。打擊詐騙人人有責，有懷疑個案就要報警，向警方提供資料，警方先至可以綜合資料，全力調查。包括懷疑詐騙個案是否涉及假醫生紙律師樓包攬訴訟等，盡快係一網打盡，阻止詐騙蔓延。就呢類懷疑嘅馬路碰瓷黨嘅情況警方同保險業聯會正在跟進，睇下點樣有效打擊。大家都要小心提防騙子。請大家讚好、留言同埋廣傳，多謝大家。